心祈祷吼，咱来同心祈祷。主爱的上帝，伫特别的母亲节，阮用感恩的心来敬拜你。你通过阮的家庭，通过阮出世养育的老母，互阮明白上帝你的疼。阮看袂到上帝，但是上帝你的疼，就通过妈妈伊一生所做，互阮对心中明白疼是甚物。主，阮所有的姊妹，因不但是你的查某囝，也是上帝你所想属伫逐个家庭中间，上帝你特别的天使，阮伫你的面前会通甲因做伙侍奉，特别伫即个母亲节时，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阮明白上帝你的慈爱甲恩典，要亲像圣经所记载，上帝所欢喜的家庭，真是伫每一个阮的姊妹因所起造的婚姻甲家庭的内底。直到因会行行顺顺，主，阮伫你的面前要用感谢、用敬畏的心来敬拜你。愿主你的圣神甲阮三角伫地，带阮伫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、吟诗学罗你。也愿你伫今仔日的圣主日，大大来祝福阮中间老母夭活的家庭。阮伫你的面前用感谢的心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陪伴咱的心。
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哦！今仔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吼，有特别发现到，大家妈妈今仔特别水，吼，因为对于阮来讲是一个感恩的日子。感谢上帝，互阮每一天拢带着喜乐心，特别是今仔日，咱做伙来用俄罗斯歌来敬拜咱的上帝，对天地来听甲稳定，互咱冷冷的心得到温暖。咱做伙来唱这首赞美之泉。开嘴就是一个困难的代志，特别咱做母亲的，咱若拄到咱的细囝的问题，有当时啊，咱会感觉讲，主啊，为什么会安尼？总是有当时啊，上帝透过咱的时阵，互咱知影，咱做妈妈的软弱的时阵，不过咱后壁有一个上大的瓦壳，就是咱的阿爸天父，伊要将咱放伫伊的手中。伊讲查某囝，你的代志伊逐项拢知。只要咱对祈祷，这是我感觉讲，伫我生命当中，我同幸运的就是我认识上帝。应该是伫我细汉的时阵，上帝就拣选我。伫拣选的过程当中，互我去思考，伫我信仰当中，什么是童真呢？当我回头看的时阵，我感觉讲，独独。我一生的好处无伫上帝以外，我若要得到同大祝福，就是爱抓着上帝。只有上帝敢互咱同大稳定。恩典的记号就是上帝互咱伫每一天生活当中，虽然咱有拄到野生软弱，总是伊透过风、透过雨、透过
过伫咱生命中每一人的社会时阵，互咱发现，上帝伊每一天的恩典拢直直的。咱做伙来唱这条恩典的记号，站在大海边。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渺小。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。登上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，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，一切它都看见了。我所有挣扎，所有软弱和跌倒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当我呼求，耶稣听见我的祷告，千万人中，他尽关心我的需要。从我的路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将留下主恩典的记号。在风雨中，耶稣将我紧紧拥抱。我深知道，他是我永远的依靠。走过的路，有欢笑，有泪水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站在大海边，站在大海边，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。登到最高山，才发现天有多高。浩瀚的宇宙中，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，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，一切他都看见了。我所有挣扎，所有软弱和跌倒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当我呼求，耶稣听见我的
点的记号，使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。我们要学习玛利亚的生命，每一天要在主的脚前聆听神的话，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要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那是最属天的智慧，那个智慧是从神而来的。我们一起来唱，在耶稣的脚前。
来啊，咱着耶和华唱歌，救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请咱吟圣诗65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请起立吟全首。为着大是的境地，为着你的水无边，山水花的木头公正，一月七星照光明，天白上帝愿这声，阿罗称呼你尊名。为着你梦的福气，为着先前的欢喜，使愿无关通欣赏，有声有影地稳重。天的上帝愿这声，阿罗称呼你尊名。为着温暖的家庭，兄弟姐妹朋友情，爱像好朋友，关心看顾个温柔。天的上帝愿这声，阿罗称呼你尊名。为着主一段恩惠，下白小所愿忍耐，相信阮便那天将，给主生活甲平静。天白上帝愿这声，阿罗称呼你尊名。请咱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都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病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
咱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13篇，伫信息的后壁面，诗篇51篇，启应文第13篇。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怜悯我，照你丰盛的慈悲，擦消我的过失，将我的罪恶已尽洗除。也洗清我到无罪。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，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，我所犯着的，就是得罪你尔。伫你的目睭前行即号歹，伫到你讲话的时，显明做义。判断的时显明公道。我是伫罪恶中生的，伫罪的中间，我的老母怀孕我，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。伫我的腹内，你互我得到智慧，求你用牛膝草洗我，我就清气，求你洗我，我就比洗较白。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所在即个骨行欢喜，求你用你的面无看我的罪。擦消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。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。上帝啊，你是救我的上帝。我的姊要大声吟诗学了你的义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喙唇，我的喙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。因为你无爱祭物，若爱我就要献。小祭你也无欢喜，上帝所爱的祭，就是忧伤的心。上帝啊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无要看轻伊。三个林圣诗31首，就基督是咱的家庭的主，咱坐因全首。基督是咱家庭的主，男妇若有这飘舞，就是灵差是讲话，是最高啊是高贵。基督是咱家庭的主，全着同心结做夫妇，相信三条顺着天边，才会建设美满家庭。基督是咱家庭的主，所有惊人伊要相信，细汉带引进阮天边，人生经过山高路的。基督是咱家庭的主，因全家归主，三万兄弟家庭礼拜，尊主平安相信服侍。基督同做家庭和谐，伊要将我带入心内，
即是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阿爸爸上帝，伫即个母亲节的主日，阮要先来学乐你。你是充满慈爱、阁有怜悯的上帝。你创造阮，养饲阮的性命，是阮属灵性命的老母。阮要来倚靠你，亲近你，听你的话语。今仔日是母亲节，愿你祝福所有的妈妈，互因有上好的属灵的福分，互因深深知影，因伫你的心中是何等的美好，何等的水。主你的疼时刻充满着因的成长，因是上帝的宝贝查某囝。亲爱的主，阮也要为着阮还未熟悉你的妈妈来祈祷，求你拍开因的心门。阮要邀请圣神甲因同在，互因知影上帝是伊为伊的帮赞甲倚靠。若是有上帝伫伊的身躯边，伊啥物拢毋免烦恼，嘛毋免惊。只有祈祷，只要祈祷，上帝就会成就伊所求的，甲伊所想的。听阮的主，阮嘛要为着阮教会每一个做妈妈的姊妹来祈祷，求你赏赐阮有温柔，甲敬畏你的性命。知影凡事拢爱来学乐，凡事嘛爱祈祷，做一个欢喜快乐的妈妈，每一工拢享受家庭甲婚姻的生活，靠主哪来哪幸福，真做家庭甲家族的帮赞。阮感谢你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上帝有讲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有你的平安。上帝有讲，就是拄起世间。加葫芦。
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这时阵我要来做分享。首先，我要感谢上帝，赐予我一个听我的大家，因为伊是我的妈妈。囡仔细汉时阵，是伊甲我2个囡仔饲大汉，搁带2个囡仔真辛苦。伊是一个后壁爱一个，头前抱一个的妈妈。伊是我的伊是亲像替我照顾我的囡仔的妈妈。伊是安尼咧照顾伊2个人大汉。我的囡仔拢讲，我的阿嬷是甲我饲大汉的阿嬷。我真感谢伊。即马妈妈伊教我，换我照顾伊的身体，陪伊逐工拢有喜乐的心。妈妈，我爱你，母亲节快乐！感谢主。感谢主。4年前我嘛伫遮分享主安怎疼阮即个家，安怎陪伴阮经过一段足艰苦的日子，但是又搁充满稳定甲喜乐的日子。今日共款，我嘛要来感谢分享主耶稣共款安怎来疼阮，安怎对阮即个家有满满的祝福、看顾、保守甲引带。感谢主，虽然短短3、4年，阮兜就搁加3个人，加一个新妇甲2个孙。阮即2个孙的出世嘛，有点危险，因为阮的新妇要生产的前1、2个月，伊的血小板就一直落落来，落到最危险的迄种阶段。毋过感谢主啦，有听阮的祈祷，嘛使用医生的照顾，互因两体拢平安顺时的生产。感谢主。阮2个囝，伊嘛有经历耶稣足特别的保守。大后生有一天甲阮讲，伊差一点仔袂用看到阮，差几秒钟尔。伊讲伊经过一个骑机车经过一个人的修理的厝，伊骑过尔带一堆的迄落铁档，为后壁带人落来。伊讲差一2、3秒。伊嘛足惊着，你迄落厝顶的遐个人嘛足惊着。感谢主，因为主的保守啦，无伊可能就待伫迄个铁机仔下面啦。细汉囝是有一天，伊停为高速公路带落来，停红灯的时阵，后面一台足大台的货车，伊无打刹车嘛，无保持距离吧，就甲伊弄了，互伊喷足远的去。感谢主，迄台车嘛，迄个时阵拄好前后甲左右端拄无车来，迄台货车玻璃窗拢破去，车身嘛歪去，后壁拢猫落去。但是感谢主，阮迄个细汉囝甲因迄个同事2个拢平安无代志，感谢主。虽然阮即2个囝甲阮厝邻遮个人，因拢厌捌主，但是感谢主，主共款拢足疼因的，嘛足。对阮即个家嘛足照顾的。我嘛要为我家己搁一遍来感谢主。我无上班退休了后，主的引带，互我过一个我以前毋捌想象过的生活，过了足喜乐的，心灵嘛足满足的，嘛经历足侪新的看见、新的带领。主。互我一个退休的生活，一个足喜乐、足心灵满足的第3人生。感谢主，主伫阮即个厝，互阮的恩典，真正是超过阮所求所想的。互阮感觉讲外人看起来感觉啥物拢无，但是阮阁啥物拢无欠。感谢主，一直甲阮同在。嘛感谢主，感谢圣灵，一直提醒我为阮即个家、为阮遮个囡仔，大家来祈祷。感谢主。
咱即马掀开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9章15节，妇人人减袂记的，伊食恁的囡仔，无认惜伊所生的囝，伊检查有袂记的，伊总是我无法度袂记的恁。亲像人得到伊的老母，得到伊的安慰，我嘛安尼安慰恁，恁嘛会伫个耶路撒冷得到安慰。阿免。大家平安。提摩太后书，奉神的旨意，照着做基督耶稣生命来的应允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批互伊所疼的囝儿提摩太。愿恩惠人民平安，对天父，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归伫你。第3章，我感谢神，就是我线接的列祖，用着清气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所祈祷的是无煞念少念你。第4节，纪念你的目屎，每日切切地想要见着你，通互我满心快乐。第5节，想着你心内无假的信，即个信是大声对你外妈以罗伊，甲你的老母尤尼基的心内，我深信这嘛是伫你的心内。第6节，为着这，我要提醒你，互你将神对我的花手所后来的恩赐，亲像火一样，搁旺起来。讲到上帝所欢喜的家庭的家，请庄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你所想述阮的老母，伊对阮的影响，超出阮所会通了解。人袂通看见上帝，但是伫老母的身上，阮就知影。上帝的疼是什么种的滋味？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阮的姊妹因用钉钉塔塔的身份来参与甲即个礼拜侍奉，因用老母的身份，也用你查某囝的身份，也用教会侍奉者的身份，使阮拢共同献上一份的心，就是愿你的疼。流通伫阮的内底，无论是阮的家庭，无论是阮的教会，拢互你的疼来扶持、来坚固。所以，阮当心伫你的面前，少年即种的温情，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即种不离不弃的爱，会通长跨关心，不但伫阮的一生，也伫你所创造万物到代代无尽。阮恭敬伫你的面前。安尼祈祷的是，愿主你的圣神将这份的疼，就亲像春天的风，奔入伫阮的生命中，互阮有幸福的感觉，互阮有疼的扶持。阮恭敬伫你的面前来纪念你圣经应允的话，通过圣经的故事，也通过阮教会的经历，恳求主你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来祝福每一个做妈妈的姊妹。也做阿嬷，你的查某囝，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互因恩上加恩。阮伫你面前祈祷，我可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顶礼拜做礼拜了后，行出礼拜堂，张长老甲我讲，牧师哪村离开已经10年啊，时间咧过足紧，对无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咱的教会有真侪姊妹，因实在值得咱孝念。我相信，杨那村这事对张长老来讲是一个足重要。上帝予伊伫生命中间，毋是干那婚姻的谈判，是生命中间结连做伙，同得福音、同得主恩的一个人生的过程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中间嘛有真侪值得咱孝念的妈妈。那村即事是一个毋捌学过正式的音乐教育的人，但是早前当我来到这个德登教会时，这间教会实在是真欠缺温书。甚至我会记得一摆做礼拜的时，徛伫这个讲台顶的诗会，伊拄着牧师讲一条袂晓唱的圣诗，诗琴嘛袂晓弹，阁无较早讲，所以规个礼拜伫迄个时阵，面对着一条真清楚的圣诗，煞唱袂出来。诗会回头甲我看一下，我就甲伊讲用念的。兄弟姊妹，恁足福气，恁伫德登教会做礼拜，恁毋捌徛起来，亲像咧强读圣经共款，安尼圣诗旁咧，圣诗摕起来，真用念的。那村即使是一个毋捌受过音乐教育的人，但是伊知影教会礼拜需要有诗琴，所以若较早互伊圣诗，伊拢用单一指头，伫礼拜堂的钢琴顶悬一音一音安尼练习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上帝真疼咱，互咱有真侪上帝所赏赐伫即间教会信仰的老爸甲老母。当然，毋是干那剩即事。咱今仔日有遮尔舒适的礼拜堂，是因为有一个叫做林老秀霞姊妹，伊伫1950年代，咱的教会无礼拜堂的时，曾经我牧师甲伊讲到咱的需要。这个姊妹住伫台中，伊摕一条钱，互咱的第一任的牧师买到这个土地。当我来到这间教会的时阵，我捌过几摆见到伊的面。咱的青年对每一个妈妈拢很有感觉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毋通想讲，恁伫这个教会内底无啥物贡献，袂通做啥物，毋是。有一个青年想到，想个张老娘离开的时，这个青年竟然流目屎。当然有真侪姊妹拢互咱的青年孝念。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今仔日会当有一个疼充满伫咱的中间，有家的感觉。所以你家庭中间有妈妈，也这对无？这个教会会当有一个温暖。有一个听甲咱抱牢的感觉，当然最重要是有上帝，但是更加重要的亲像一个家庭，若无妈妈的时，迄个囡仔实在是真可怜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认捌上帝的听，是通过咱的妈妈。多谢姊妹伫每一年的这个母亲节的时，拢会用这种心性。参与教会礼拜侍奉，对今仔日的敬拜赞美，后来到读圣经、祈祷，以及每一个见证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在座的姊妹，因为上帝要用安尼来设立面，真做今仔德登教会的乐意甲幼年期，特别今仔日读圣经的2位姊妹。恁所读的圣经是上帝的应允，对恁的嘴出，就入恁的心，因为上帝要用不离不弃的爱来听咱。对恁的嘴所出的宣告圣经应允的话，就要成就伫恁的家庭甲恁的人生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今仔做伙伫这个所在来参加这个母亲节礼拜，应该充满欢喜。母亲节礼拜，我一直咧想讲，
伫即个礼拜中间，应该甲咱分享什么种的信息？应该安怎来祈祷？真感动，佩婷伫今仔日中间，上帝纪念你，为着你的妈妈祈祷。虽然你的妈妈也未信主，但是我相信，上帝早就将你的妈妈甲你的爸爸放伫因的心肝的内底。至圣的上帝，愿上帝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做2项代志。第一项代志，为着你的妈妈、爸爸，感谢上帝。特别为着你的妈妈，伫上帝的面前献上你的感谢，也为着你妈妈祝福。因为今仔日的咱，是踏伫咱父母的温情的顶端，照今仔日的咱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首先，咱来祝福所有伫咱教会内底的士大人，特别咱温情的妈妈。愿天父上帝用因诚侪上帝听的记号，也大大施恩祝福伫咱所听的妈妈。兄弟姊妹，爱要及时。兄弟姊妹，人的生命足脆弱。拄顶礼拜的款，二林区咧举行即个母亲节的庆祝，仁爱教会的牧师，带伊的姊妹做伙伫庆祝会中间咧跳舞，对无？虽然我无参加迄场的母亲节庆祝的礼拜，但是育婴教会的牧师伫昨因为真紧急的病，上帝抱伊倒转到天堂，互人着一惊，就亲像一条诗歌讲：朝有欢笑，夕葬尘埃。伫母亲节时应该毋好讲即种的信息啦。但是所听的弟姊妹，倘若恁妈妈还伫恁的身边的时，都爱认真珍惜即种的机会。照顾妈妈毋是负担，照顾妈妈是一个温情的机会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正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将伊的疼转化关心的疼。是一种永留的爱，是一种圣灵的大能。伫今仔日，放伫所有做妈妈恁的人生中间，互恁的一生会着活，恁感觉有价值。愿上帝互恁所流出的疼、流露出来的疼，伫恁的囡仔的身上看到愿望甲希望。上帝大大祝福在座有妈妈的心的妈妈。愿天父上帝纪念恁，伫今仔日就亲像将来你要伫你的囡仔顶端看到提摩太同款，因为今仔日的圣经信约咧讲起保罗家己的信仰，伊讲我刷接我的祖先，我刷接我祖先的信，甲伫你提摩太的身上，我看到你的身上有一个真特别的信仰。这个信仰是对你的妈妈、甲你的外妈来得到。愿天父上帝互咱上帝的疼就流通伫咱的家庭的中间。阿门。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弟兄弟姊妹，无论过去咱的人生是怎样，咱的家庭是怎样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也愿天父上帝祝福恁。刚才咱在座有一寡毋是有少数的姊妹，咱的咱无结婚，毋是咱啦，无结婚的姊妹，愿天父上帝赏赐你有属灵的祝福。我的妈妈家己无生查某囝，但是上帝赏赐伊有几个的查某囝，干女儿，属灵的查某囝。后来这个干女儿拢叫做甲我足亲的姐姐甲妹妹。愿天父上帝宽阔咱伫教会内底即个肢体的关系。无论咱行到什么所在，上帝，互伊会应允甲稳定，充足伫你的一生的中间。也愿上帝听，亲像今仔日的圣经讲，如火在眺望，互上帝的恩赐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亲像火再燃，搁再点倒火焰起来，互咱伫人生中间，咱充满疼。所以今仔日的礼拜，这个礼拜中间，首先
通过所有参与礼拜姊妹的祈祷，也通过咱在座共同的祈祷，愿上帝施恩祝福，和在座所有身为阿嬷、妈妈的人，愿恁有上帝恩上加恩的祝福。特别伫恁的一生的日子顶悬，愿看顾人的上帝，将健康、喜乐、享受互咱在座。咱中间特别年长的本日张老娘、张成七叔娘，愿天父上帝听惜恁，互你因为主的听运行伫恁的中间，互恁的心内底有温暖甲喜乐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愿咱通过这个日子，咱感谢生养咱的家庭，也感谢咱家己的妈妈。感恩的心伫圣经一个字，圣经无讲孝顺，但是圣经所讲的有效孝顺，是一个叫做卡巴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敬重。伫圣经中间无讲有效，但是圣经讲都要敬重恁的许大人。这个敬重伫新约中间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叫做知影，都是明白算数。敬重的意思就是明白父母安怎疼惜你，算数妈妈的温情。所有一切态度是对明白甲算数来开始。咱的一生真侪代志都不是偶然的，咱所领受的一切温情，咱所拄到的侪侪恩惠，兄弟姊妹，毋是拢是上帝家己甲咱陪伴，也毋是偶然的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，主求你将圣心放伫我的内心，互我心存感谢的心。年轻的青年，牧师要用圣经内底将近4000年古老的话语，《申命记》大概已经有3600年左右，3500年、3600年，这句话记载伫3000几年前的旧约圣经的内底。伊讲：当孝敬父母，你就必得祝福。孝敬这个字，就是拄则牧师甲咱解说叫做卡巴。卡巴这个意思就是honor。honor 的英语就是讲，伫你的爸爸妈妈的面前，永远爱尊重。这个叫做有一份爱，叫做尊重。无论咱的父母伊怎样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永远保持一个尊敬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听有这段圣经对咱的要求。着孝敬，伫新约的顶悬，这个孝敬这个字本身叫做爱达，爱达就是明白知影，明白父母是为咱所做的一切，毋是因应该做。父母出伫完全无保留的听，因所做毋是应该做的代志，但是因欢喜做。所以，爱弟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记得保罗讲，孝敬父母是大有应允的诫命。友好父母、孝敬父母是大有应允的诫命。愿上帝将这句话写伫咱的心内，互咱知影。会用今仔日的圣经，无论是以赛亚书这2句，或者是提摩太后书第1章，上帝迄个保罗所讲的这个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1节到第6节，愿咱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咱明白2项代志。第一，上帝通过咱身边的妈妈，互咱知影母爱跟上帝的爱。今仔日的聚会祈祷的姊妹，伊嘛知影讲感谢上帝恩典，因为上帝一听就通过妈妈临到伫咱的中间，互咱明白老母听咱有偌深。老母的听就亲像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怜悯伫旧约的圣经这个字叫做黑色，黑色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有双关语。怜悯这个字，佫有另外一个足特别的意义，叫做子宫。妈妈的子宫，为什么安尼讲呢？怜悯就是上帝用伊的听，就亲像妈妈的子宫来生出咱的心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明白圣经中间所讲即个喜色，伫新约中间叫做阿加佩，就是一份无私心、神圣的疼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过来听一摆。今仔日旧约的圣经安怎讲？伊讲妇人人减会记哩伊食冷的婴仔嘛，意思就是讲，妇人人绝对无可能袂记哩伊家己生孕生出来，还阁抱咧咧食冷的红婴仔，妈妈绝对无可能袂记哩伊的囡仔。上帝讲检菜，糊涂的妈妈有时真正会袂记哩囡仔需要食冷啊。上帝讲，我决断无袂记哩恁。妈妈听恁，我嘛怜悯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上帝讲，老母怎样安慰伊的囝儿，我就安尼安慰恁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疼放伫咱的一生，互咱也将这种的疼来分享给别人。当咱得到，咱就白白来传给别人。所以圣经讲，恁白白领受，恁就白白来分享给别人。所以当上帝通过，互咱伫一生中间有稳上加稳，有福杯满溢的人生，咱最大的回应，就是将上帝的温情甲伊的疼分享给咱身边的人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的疼超过人的言语，因为疼的行动毋是出于了解，疼的行动是出于咱的心受摇动，咱对心内互一份的疼疼着了后，咱对心中讲：主啊，我愿意将你所互我的疼来涌流出来，亲像一个水潭不断来分享给别人。愿主互咱的教会会通明白，圣经咧甲咱讲起，将这种的疼传给别人，就是一种主讲上帝的教会，嘛是上帝的圣殿，要亲像上帝的北来伊的子宫。所以伫上帝教会内底，必须要有这种疼的本质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亲像今仔日个圣经新约内底咧讲的乐意甲犹尼基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传承生命、传承信仰的爱，伫咱的教会，互每一个伫这个所在成长的人，因感受到上帝的疼。老母的疼，充满了不起的影响力。所以，弟姊妹，咱无看轻上帝所予咱的使命。今仔圣经爱来甲咱讲，伊讲我感谢上帝，我刷接我的祖先，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上帝。牧师特别用红色的字甲黄色的笔，要爱咱了解。这句话是保罗咧讲起伊的家族的信仰。保罗咧讲起伊的家族是一个敬拜上帝的家族，所以伊的所做、伊的信仰表现，拢是继续伊的祖先所做。伫伊的信仰中间，伊强调一项，用清洁的心来做礼拜。兄弟姊妹，伫这个所在，圣经讲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上帝。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用清洁的心来做礼拜。侍奉伫圣经的中间，伊是双关语，一个就是礼拜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来用清洁的心，用无为的心。咱伫上帝的面前用信实的心，所以无论是保罗讲我的祖先有清洁的心，也是乐意犹尼基的生命中间有一种无虚假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咱的心内有正直、有清洁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圣洁的画面放伫咱的心内。保罗讲，我知影这种的信心。通过你的阿嬷甲你的妈妈，有放伫你的心中。兄弟姊妹，常常为你的囡仔祈祷，得时不得时，爱相信祈祷。咱若爱咱的囡仔会真样，咱若爱咱的囡仔伫试炼的中间无跋倒，咱若爱咱的囡仔伫这个充满未晓的时代，因会通四正幸福。兄弟姊妹，爱相信。老母伫背后的祈祷非常的重要。若无相信祈祷，
就无经历着祈祷快乐迄种的机会。愿天父上帝圣心帮助。保罗讲，所有一切运事通过教会的祝福。保罗讲，我捌甲提摩太换手，我嘛为提摩太祈祷，因为提摩太是上帝所赏赐我的属灵的囡仔，所以我为着提摩太来祈祷，讲求天父上帝互你的运事如火在旺，亲像火在焰。白话字圣经讲在焰，就是讲亲像亚述罗本地关起来，但是我搁甲开火，搁甲点，搁一摆，火焰起来。求天父上帝祝福咱伫今来一个礼拜，亲爱的姊妹，疼惜家己，因为你是上帝手中的宝贝。愿主通过你的生命、你的灵性，甲你一切运势。上帝你的运势大有影响力，亲像罗伊甲尤尼基。愿天父上帝通过咱在座已经生有囡仔的阿嬷、妈妈，愿上帝纪念恁的祈祷，互恁的囝儿孙会当像保罗甲提摩太。也未结婚的姊妹，愿上帝，如果你是适婚的年龄，愿上帝祝福，享受一个信仰的家庭。互你伫将来为上帝生出属灵的囡仔，来荣耀侍奉上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这份的疼对上帝来，互这份的疼对上帝来。父母疼囡仔是天性，就亲像上帝疼咱，也是天性。对天来的疼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份的疼放伫咱的人生的中间。今仔日提摩太的信仰，值得咱思考。伫这个中间咧讲，清洁的心，甲无虚假的心。兄弟姊妹，耶稣捌甲咱提醒讲，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就用啥物？用神，佮用啥？真实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无虚假的灵放伫咱的生命，互咱用信实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。主赏赐咱的父母，是咱一生中间最要紧的一个生命的起源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爱的恩赐，因为保罗讲，如今长存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是什么？爱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对生命的中间，咱的家庭永远无失落上帝这种的疼，上帝将伊的疼放伫咱的中间。圣经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姊妹，伊的名叫做约基别。这个妈妈的名咱拢常常会袂记啊，或者咱已经有人有意识到这个人，这个就是摩西的妈妈。兄弟姊妹，摩西若无伊的妈妈，无可能有今仔日遮尔水的故事。摩西诚做上帝中间真特别的罗卜，是因为伊的妈妈所唱的摇篮曲，当摩西还阁伫食灵的年纪，伊的妈妈用信仰来影响伊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在座做阿嬷的、做妈妈的姊妹，愿上帝纪念恁的祈祷。若知影这个祈祷影响咱的妈妈甲阿嬷，我知影你的囡仔是幸福的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亲像约基别来为着摩西。约基别毋是干那出一个摩西上帝重用的罗卜那条。约基别三个囡仔，拢诚做顶天立地的人，包括摩西、阿伦、米利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你的囡仔，无有一个人拍假闹去。也愿天父上帝祝福咱的教会青年，所有的青年拢受祝福。咱的教会有遮尔好的信仰的妈妈，对过去到今仔日，愿天父上帝互咱的教会珍惜这种的传统。咱的教会的姊妹，咱珍惜这间教会的传统，就是这个妈妈无私心，互咱的教会，就亲像一个家庭。所以咱的教会到今仔日，真的很有家的感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，互咱的囡仔伫上帝圣神的帮助，甲伫信心的内底，
所以希伯来书咧讲起摩西的一生的事。顶顶礼拜牧师甲恁讲与神有约、与成功有约，迄个礼拜的信息内底，牧师嘛有甲咱分享这段话。伫圣经中间咧讲起亚伯拉罕甲摩西，因常常出现一句话，特别伫希伯来书，更美的生命，因着信，因就有一种更较水的人生甲生命。希伯来书11章记载着上帝所赏赐咱好得无比的生命。安尼咧讲起摩西，伊讲摩西因为伊的信心，所以无愿意将做世间的王的囝，伊宁可选择做奴才囝，较赢过做法老王的贵族后代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会当生出来即种什么拢无爱，干那敬畏上帝，什么拢毋惊，干那敬畏上帝的子孙。求天父上帝赏赐摩西的4种的能力，就是代表今仔日咱的圣经的信息咧讲起传承信仰对人的帮助。一个传承信仰的爸爸妈妈，就亲像罗伊甲尤尼基、外妈甲妈妈，伊传承这个信仰，互最最少年的囡仔。有4种。摩西知影伊是什么人的囝。第二，摩西通过伊的老母的摇篮曲。通过老母所教的信仰，伊真清楚来建立做上帝囝儿的价值观念。伊知影什么叫做真正的荣华富贵，毋是这个世间的荣华富贵。摩西第3项，伊有一个真特别的生命的气质，就是不看人的脸色。伊敢若独独敬畏上帝，伊无惊吓人的目色。这个人不会畏首畏尾。一个人是伫上帝的面前勇敢徛伫这个世间的君王的面前的一个人。或者你感觉这种的个性对一个囡仔将来有关系重要？一个囡仔若知影伊家己是什么人，伊若有这种的勇气，伊无论是徛伫什么人的面前，伊永远懂得做自己。兄弟姊妹，唯有懂得做自己的妈妈，才能生养出来懂得做自己的孩子。摩西第4个能力就是，伊会当看到别人看袂到的上帝，所以宁可跟对上帝，都无愿意浪费伊的生命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通过这个故事，伫今仔日帮助咱对尤尼基甲罗伊。尤尼基这个名是提摩太的妈妈，这个尤。本身的希伯来语就是一个好兆头，au 的希伯来语这个字，就是好消息、好的天使、好的无比，迄个好那一个字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所以尤尼基这个字叫做好的、美丽的胜利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的生命就是活出好的无比的生命。愿天父上帝也将这句话读互咱听，互咱心无提摩太，上帝赏赐这个家庭出好子孙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互我的囡仔提摩太，互我的囡仔会通伫伊的心中有你所赏赐我信仰的根基。天父上帝祝福咱的囡仔一生行伫真理的道路顶悬，是一个无虚假的信心。来做真正基督徒，伫人的面前，伫上帝面前，拢讲一种。我们不戴着假面具来做礼拜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上帝是神，伊敢毋知咱的内心吗？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就用神、用真实来敬拜伊。所以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伙甲教会同工。兄弟姊妹，咱伫咱的囡仔的思想的顶悬，放什么会影响咱？兄弟姊妹，我阁讲一摆，你伫这间教会出入，伫囡仔的面前，你怎样咧讲这间教会？敢会影响你的囡仔？兄弟姊妹，咱若爱咱的囡仔亲近上帝，咱就无凊彩讲上帝。咱就无凊彩讲上帝，
都到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将主的好放伫咱的囡仔心上。亲爱的姊妹，愿咱伫做伙伫主的面前，咱存着双手祈祷的时，咱甲咱的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的囡仔交伫你的面前。主求你赏赐我常常对我的囡仔讲祝福的话。我要用你的良善，用你的荣耀来彰显你伫伊的生命中间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份疼赏赐予咱的人生。第二，我要鼓励在座兄弟姊妹，包括这的青年，我要鼓励在座这的青年，用提摩太甲摩西做恁生命的典范。今仔日的圣经保罗咧讲起提摩太，伊讲伫你的心内有一种的特质，伫你的心内有一种的特质，就是不虚假。兄弟姊妹，信用最重要的本质就是信实。圣经讲，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有无？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诗篇100篇内底最后一句话：耶和华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伊的信实到万世代。上帝的本性就是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所以无为的信心的意思就是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讲的甲做的拢一致。愿天父上帝纪念咱的软弱。因为人真少会通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但是说书咱内底有这种的决志，说书咱内面也有这种的觉醒，圣神要帮助咱，你相信吗？你若愿意做信实的人，就算做你也袂祈祷，上帝纪念咱这种的心志，上帝圣神要运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互咱的信息。毋是出伫勉强，是实实在在。或者你知信实这个字，对旧约甲新约，伊的发音是啥吗？阿门。信实这个字叫做阿门。所以咱逐摆咧祈祷，最后的意思就是讲，主啊，这是我心所想、嘴所讨。所以当我讲阿门的时，这就是我心内的誓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有一个阿门的人生。所以咱搁一摆读这段圣经，提摩太后书毋是真书，提摩太后书奉上帝的旨意，照着耶稣基督的内底，伊所赏赐生命的应允。主耶稣将这个生命的应允予我，所以我就学习做伊的奴仆。我就是安尼的人。第二，我用主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基督所赏赐生命的应允，我写批予你。这个主耶稣的应允是甚么？主耶稣的应允就是恩惠、怜悯甲平安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今仔圣经咧讲起，上帝要将恩惠、怜悯甲平安赏赐予你的家庭甲你的囡仔，你阿门吗？恩惠是一个礼物的意思，恩惠伫信仰的灵修的内底有一个真特别的词，叫做 charisma。charisma 的意思就是恩赐。所以咱咧讲有属灵的恩赐，有属灵的恩膏，就是一个礼物，就是这个字。兄弟姊妹，当你常常甲你的囡仔欢手祈祷的时，愿上帝祝福你的囡仔，毋是干那咬大汉尔，也心里面充满了上帝的圣灵所带来的智慧。以赛亚书11章讲，上帝圣神啊，踮伫你的内底，你的内底就有6种的生命的特质。上帝圣神啊，踮伫人的内底，人的生命中间就有智慧的灵，就有聪明的灵，就有策略的灵，就有能力的灵，就有知识的灵，就有敬畏耶和华的灵。这在的圣经牧师已经甲恁分享几啊摆，兄弟姊妹，这是圣经中间的金句。上帝的圣神带来这6种的生命特质的能力，这是耶稣基督的应允，也是上帝
伫在早就应允写伫旧约的圣经以赛亚书的内底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听到上帝应允的事，咱家己放伫咱的心内。兄弟姊妹，将上帝应允放伫咱的心内，就亲像提摩太，伊的心内底有爸爸妈妈的话，有阿嬷的话，有妈妈的话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，深信将上帝的话深深放伫咱的心内。咱深信上帝的话是信实的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深信的意思就是孝念，每日三思，日时眠时，拢想上帝的话。所以伫这个中间来讲起续接祖先的意思，就是孝念真人的信仰，真人所留落来这种的帮助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会记得孝念的另外一个意思。伫旧约的圣经拄则我有甲咱分享解说，伫申命记的内底咧讲，着孝敬父母。孝敬这个字，伊本身是带有尊敬的听，伊本身就是带有尊敬的听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唔通随便对爸爸妈妈讲嘲讽的话。我知影咱人伫生活中间难免拢有过头的刻伤。但兄弟姊妹，尽量伫咱的人生中间减少对世大人讲嘲讽的话。兄弟姊妹，因为咱伫无意中讲迄个无够雅稳重、无够雅尊重的话，咱的囡仔伫边啊，伊所听到拢扣入来，你相信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尽量对任何的人，包括咱的爸爸妈妈。对任何人，咱拢无凊彩讲话。我常常甲恁分享一句话，讲饭会使凊彩食，但是话毋好凊彩讲。听了足顺利，但是无一定会入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有圣神的帮助，咱拢有谦卑欢喜接受生命改变的话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就是卡巴放伫咱的心内，咱对上帝有卡巴，咱对圣经有卡巴，咱对咱中间有温情的人有卡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心中带着认捌，特别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我要甲咱分享保罗伊讲起，着敬重伫恁生命中间为着恁劳苦的人。这句话真适合摕来讲妈妈，兄弟姊妹，敬重伫你生命中间，捌为着你洗衫，捌为着你切尻川，捌为着你切鼻屎，这种的敬重，伫圣经叫做爱达。这个意思就是，我知耶稣听我知明，就是这个字。愿天父上帝帮助，保罗伫提摩太前书中间第12节、12节、13节，伊拢讲到尊敬。伊讲因所做的工，恁着用回应，用一种尊重的听。这个尊重这个字，伫圣经的原文叫希基玛，希基玛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算数，老母的温情，敢算会了？求主帮助咱。感谢上帝！如果你的父母若还伫咧，你为着伊，还阁伫你的身边珍惜。如果你的妈妈若已经离开，你伫纪念的中间，为着伊所做，伫上帝的面前献上感恩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注重这种的文字，就是听如何眺望伫咱的生命中间，伫恁的家庭，伫咱的教会。咱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圣神，阮知影，听是一种的力量，是一种的态度。总是天亲爱的圣神，阮知影有时阮做袂来。亲爱的圣神，恳求你，亲像火进入我的生命中间。因为你的火若来，
所有杂质就受消灭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我，互我的生命中间，上帝你所赏赐我的信望爱，亲像保罗的祝祷如火眺望，求天父上帝你将天顶的运数放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伫今仔日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，将一切荣耀归伫天父上帝，甲我生命中间真重要的四大人，转伫你的面前，当心安尼祈祷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态度刻掉伫我的心思意念中间，永远无受扭曲。我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我给耶稣的性命，阿门。请咱来吟圣诗490首，对主的人有幸福。永恒，那尊永生真快乐，那是人和人心，永安真得意。
咱准备心来奉献。内请曾老师。咱用这诗歌，耶稣听你，咱来互相代祷，特别伫祈祷中间，咱为着文芬的家庭祈祷，伊的妈妈拄离开，咱为着出外的刘玉明伫德国这个考试会当平安，咱作为用这条诗歌来为着众人来祈祷。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伫你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，求你脱离黑暗的关系。咱进入光明的国度，进入国度，哦，耶稣听你，愿听你，咱同心祈祷。主等阮互相请安行平安礼，我用这个诗歌做阮的祈祷。愿主耶稣的听进入伫忧伤的人的家庭。主求你怜悯阿芬失去妈妈，特别伫这个母亲节的时，愿天父上帝安慰伊的心，也愿天父上帝互因的家族
伫即个圣神的帮助的时，有得到开拓。也愿天父上帝照顾刘玉明伫德国考试入学考试，求天父上帝甲伊拍开稳定的门，互伊会祈祷，互伊心中的期待，会通得到上帝你的成就。至诚的主，我嘛为着阮的教会时代年长的长辈来祈祷。伫因年纪加添身躯软正的时，阮恳求天父上帝帮咱安慰，互因对内在有开拓，也求你安慰心灵欠安、有忧郁、有心中的重担的人。愿天父上帝你正对因的心的平安，愿阮主耶稣的疼会当透帮阮，互阮会当伫主你的疼的中间来甲主你同行平安的路。主，愿将所有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，愿主你甲阮撒甲伫地，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下面咱来颁发奖学金，咱来颁发咱先来介绍今仔日伫咱中间的几位。咱首先来欢迎咱稳重牧师娘，甲伊的囡仔甲新妇，今仔日伫咱中间甲咱做伙做礼拜，咱欢迎。顶礼拜嘛有2位姊妹，今仔日搁伫阮中间，非常欢迎你来甲阮做伙敬拜上帝，欢迎恁来，有惠美姐甲心灵姐妹，欢迎恁来，阮的教会有一个期待，就是讲第一摆来是人客啦，第二摆来就毋是人客，就是家己的人，嘛，即个教会会通诚侪咱做伙敬拜上帝，一个属灵的家，欢迎恁来，欢迎恁来。敢阁有咱中间，若无咱来为着即礼拜迄个即学期的即个奖学金，咱来请陈牧师来协助即个奖学金。咱
看你奖学金这么辛苦，国中这么无人申请赶快交，再来是高中的千亿、硕恩、以义。又先回来了哈，咱甲伊挥挥手哈。伊得去欧洲做巡回哈，得去伊个母校，搁对欧洲几个所在去巡回演唱，咱真欢喜他回来了哈。好，咱来为着。等一下哈，那个收尾葫芦拢来头前，礼拜了哈，咱要咱做伙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哈。这礼拜生日的人，明丽在嘛哈？来请明丽请生日的人来头前，搁怡金哈。生日快乐，怡琳老师哈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这礼拜生日的所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阮恳求主你的圣神，甲因抹油。主，阮相信上帝你的恩典，你喜乐伫你所听的囝儿。主，圣经有记载讲，你为着你所听的人所陪伴，是超出所求所想。只想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特别为着这礼拜生日的明理。怡琳老师、甲怡金，阁有守约、秀玉、秀仁、子敬、一方、建佑、毕国、宣慈。主，阮恳求主你的圣神，甲因三甲伫地，求天父上帝你亲自将你的恩惠对天放伫因的生命中。主，就亲像今仔日圣经所记载，伫提摩太的心内有一份真水的画面，求天父上帝你祝福这生日的。你的囝儿、查某囝，也能让伫上帝你的手中来领受一份奇妙的生日礼物。阮恳求天父上帝你，也互因有智慧的心，通成做生命的好管家，好好来管理因每一天的生活。阮伫你的面前，安尼恳求祈祷，我可要所有性命，阿门。生日快乐，上帝祝福你们。好，咱来请师会来报告吼，咱请师会来报告。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，请咱大家看。本周聚会礼拜日9点半伫礼拜堂，祈祷会8点伫礼拜堂，青少课7点半伫教育馆，查经班拜六伫7点半伫线上，圣港服侍诗会后礼拜忠顺长老。领诗青少课，苏琴美秀执事，苏恒安陆执事，焦太冯娟执事，爱参暂停。新眼光读经表，请咱大家直看。具体交通：第一，本主日妇女主日，愿上帝纪念姊妹会准备接纳阮的服侍，荣耀上帝你的圣尊名。第二。5月28是圣灵抬杠节，鼓励大家伫这段时间为家己的灵命，互圣灵充满祈祷。第三，5月27下晡2点，伫
伫二林区培灵会，伫咱这堂教会，讲员是赵文崇甲黄敏生医师，主题是对医疗宣告甲圣徒起身宣告，请咱大家踊跃来参加。第是杨那村技术纪念奖学金名单，大学启恩、以乐、裕民、玉成，高中千亿、硕恩、以义，国中启轩、贝利、淑玲、国秀、善智、陈勋、以琪、雅泽。第五生日，即礼拜过生日的有守约、重瑶、敏丽、秀鸾、怡金、怡琳、子静、玉芳、建佑、毕国、宣慈。奉献报告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出入，请甲过界人员做确定。大岛续航第一，为台湾甲世界渡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。第二，为身心欠安的有丽华、庄严、詹达、仁聚、黄宏仁，以及甲教会所有长辈健康平安来大岛。第三，为教会青少客心心灵甲课业祈祷。为升学大岛升大学的有硕恩、以义、敏玉。第四，为适婚的青年婚姻来大岛。第五，为姊妹教会大岛妇人一集德克达雅。以上。请咱念圣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请起立完全首。请牧师祝祷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即时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道避讳。